魏无羡在那儿，马上杀了他！魏无羡，当初就是因为你累死江丰民夫妇，现在你又连累死你师姐，都是你咎由自取的！还敢迁怒于别人，反身回头，反而继续伤害人命，罪无可恕！魏无羡，我们覆灭！好之徒！魏无羡，害人害己！这是你该死的！放下天雷之心，请回来了！魏无羡，这盗墓之徒，定在你宿命正身之地，昂心狗肺！现在是歪门邪道，今日就是你成功之时！魏无羡，你和文公有什么区别？今天就把你脱骨扬灰！魏无羡，弑杀夷陵老祖！杀了他！弑杀夷陵老祖！停下！魏无羡受伤了，快去把他的阴虎符给我缴了！阴虎符。既然你们那么想要得到它，那就各自凭本事来夺吧。
江城。陈婉音，住手！魏无羡，你去死吧！莫玄羽，莫玄羽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想跟你下手深重，但是他秦太深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家伙。好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够了吧，江宗主，那可是紫电啊！只要是毒摄之人，紫电一抽便可释出来。而魏无羡当年死后，不仅找不到尸首，就连魂魄也招不回来。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死了？你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？16年了，像一场梦一样。你醒了。没想到还能活着。那日见你坠落山谷，
江城坚持要到悬崖底下看，却只见森森白骨。那你呢？你有去找过我吗？3年后，我去过，却是连白骨都没有了。为何是3年后？这16年来，如果我说，我也不知道我身在何处，你信吗？我信你。蓝湛，不过那个时候，你真的信我吗？你那么欠揍，难道就听说你走了，肯定开心的不得了。胡说！我跟你说啊，世家子弟们，每个人都很喜欢我。那我问你，那么多世家子弟，你干嘛非要跟蓝湛道别？我欣赏他不行吗？谁让你们都打不过我？我独孤求败，难得棋逢对手，多不容易。是我们阿县最讨人喜欢了。真是的，你要脸不要？师姐，你看他，哎，讨厌！哎，你别跑！好了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跑你！师姐，你还跑？你们两个别闹了。师姐，你看他打我！哎，停！云深不知处，禁止喧哗。你看他！
站住！小兔子，还记得我吗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还被养在这里啊！南栅那个小古板不是说不喜欢你们吗？嗯？界边。你醒了。南瞻，你身上的界边，你向来是世家子弟的楷模，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要受到这么重的处罚？南瞻，你回话。汉光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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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事？是明事，先生招临，却控制不住了。思蕊，没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韩光君，蓝先生本想问灵，谁知他突然躁动起来，异常强大，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为什么灵？墨家庄的剑灵。韩光君，这恶灵到底是何物所化，竟如此凶险？不是恶灵，是一品灵气的灵石，藏身剑中，多半是剑灵。一品灵气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怨念？阴火符。
叔父。蓝老先生在此，我可不能露了马脚。吹了！滚！滚出去！不许！
煞气实在太重了。如果他一开始就在作用范围之内的话，以其凶残程度，莫家庄早就血流成河了。可是，他是在我们抵达之后才出现在那儿的。即是说，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故意在那个时间投放到那个地点的。课业挺扎实啊，分析的不错啊。如此，莫家庄的事情，我们怕是也有责任。如今还害得蓝先生他们也昏迷不醒。该负责任的不是你们，而是放出剑灵的那个人。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。哎，莫前辈，你怎么又戴上面具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怕见几个老朋友罢了。你不会怀疑是我做的吧？我都已经睡了16年了。我自然信你。不过，究竟从何沾染阴虎符的黑灵？照理说，应该不可能啊！我当年明明已经将阴虎符毁去，化成了碎片。若有人击其碎片，不可能，阴虎符已毁，有碎片也没有用。除非他们用阴铁再复原出一块。薛洋，其实我当年一直有一个疑问，都说阴铁有灵，四方镇止，听起来像是有4枚阴铁碎片，可是我看却不一定。至少如果薛洋身上真的有阴铁，再加上我从玄武洞拿出的那一把阴铁剑，那一共就是5枚阴铁。所以，薛洋有可能复原阴虎符。那也必须有我之前阴虎符的碎片呀，不然就算他再绝顶聪明，也不可能一模一样的。蓝湛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被阴虎符侵染过的剑灵，和我同时出现在莫家庄，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一些？这16年来，你与江城倾2派之力，遍寻未果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死哪儿去了，结果呢？这个莫名其妙的莫玄羽是如何知道我的下落？还有，莫家庄的黑衣人，还有操纵5天女幻境的人。总之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。唐冠军，如何？追本溯源。没错，正是追本溯源。只要找到这剑灵的主人，知道他是谁，这个人呢，就自然可以救了。你说的容易，都闹成这个样子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西北方。西北。韩光君，为何是在西北方向？这都不是指给你们看了吗？指给我看了？谁啊？谁指的？韩光君也没指啊。他呀。
啊？他这是在指什么？还能指什么？要么就是指他来的方位，要么就是指纵他行凶之人所在呗。司坠，安置好受伤众人。是。韩光君，您这就便要下山了吗？哎，好，终于不用受着严厉管制了。哎，本道清河，越往西北走，剑灵上的煞气就越强。看来，他指引我们的去处就在附近。我们先进城呢。不，千万不要错过！驱邪赶遂，包治百病啊！哎，嘿嘿，你这卖的是什么？哎，什么都有，治病的、驱邪的，要啥有啥。敢问公子，你是要治病还是要驱邪？你猜？这，哎呀，公子，我见你印堂发黑，双目无神，定是有妖邪相随啊！你这样，来几张阴灵老祖吧，啊，镇恶驱邪。哎，给，哎，5文钱1张，10文钱3张，哎，5文钱1张，10文钱3张。你花这个价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哎，3张好啊，1张贴大门，1张你贴大厅，还有1张务必贴床头。哦，煞气重，邪气浓，以恶制恶，以毒攻毒。我保证，任何妖魔鬼怪都不敢进你的身。喂，我说，这魏无羡可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啊！你这话都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你就算没有见过真人，你也不要随便乱画吧，误人子弟。哎，行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好像你见过魏无羡一样。我。金陵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踢我？踢你！敢在我面前敌魏无羡这3个字的人，我不杀他，他就该对我感恩戴德了。你还敢当街鬼吼鬼叫，找死！金陵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脾气大，戾气重，骄纵任性，目中无人，把他舅舅和父亲的坏处学了个透，母亲的好处却没学到半点。哎，我要不敲打他，将来迟早吃大亏。金陵，哟，你还没逃走呢，也好。哎呦，不知道上一次被我按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的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嗯，仙子。
软战，救我！幸好你来得及时。世风日下，这世家子弟真是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这位兄台，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这个全当谢礼，你折个价卖，3文钱一张也能卖不少。你这算哪门子谢礼啊？你要是真想谢我的话，把它画得好看点。哎呀，行，你说画的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反正现在都给你了啊。先别走，有个事情向你打听一下。既然你说你长期在这里做买卖，那你最近可有听到什么异事，或者看到什么异象？你问我啊，这就对了。我常年驻扎于此，人送绰号清河白小生。哦，哎，不知道你是要问什么奇怪的事儿啊？譬如什么妖魔作祟啦，分尸奇案啦，灭门惨案啊什么的。哎呀，此地没有，但是你往前走个5、6里，有个地方叫行路岭，但我劝你最好别去。怎么说？这个行路岭啊，还有个混名，唤作吃人岭，你说怎么说？哦，是因为这路上有吃人妖魔，对吗？来，据说啊，那山岭里啊有一座吃人堡，这里面的妖怪啊专门吃人，要是有人误闯了进去，那一定会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，连尸体都找不着，无一例外。哦，可怕吧？真的好可怕呀！不过既然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，那请问怎么知道他们被吃了？你这反正是有人看见了呗。不过你刚才说，既然闯入者连骨头渣子都被啃得不剩，无一例外，那这个人究竟是谁？这么厉害，活着进去，还能传出消息来啊？你这反正传言就这么传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行路岭上一共被吃了多少人？什么时候被吃的？年岁、男女、姓什么名什么？家住何方？这个不知道。清河白小生。哦，哼！别走嘛！我再问一句，最后一句，那行路岭在清河境内吧？这清河不是聂家的地界吗？如果行路岭上真的有吃人的怪物出现，那聂家会坐视不管？嘿，聂家要是当年的聂家，那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了。这消息传出的第2天之内，那必定雷厉风行的把这妖魔出没的地方给抄了。可如今聂家的家主，不就是那位一问3不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别问我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能做什么呀？
一问三不知，真是没想到，这怀桑兄竟然当上了聂家家主，还获得了一问三不知的称号。哼！只是没想到，这赤峰尊如此神勇，怎么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呢？我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只知走火入魔，当众暴毙身亡。狗！魏婴，没有狗。哦，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你为什么怕狗？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哎，蓝湛，哎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常常流落在外，时常在恶犬嘴下多时。好在江叔叔把我接回了莲花坞，但是害得江城不得不赶走他的什么小爱啊、菲菲啊什么的。现在害得金陵也一样，他们俩不愧是一家人啊，跟江城一样，都这么恨我。南真，走吧。这次没错了吧？尚在远处，你躲什么？不管，先躲再说。是金陵那只灵犬，灵犬狂叫，一定遇上了什么。啊，那我们先去看看。韩光觉，你走啊！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你先放手。这里有迷阵，这迷阵分明是人为所设。看来关于行路岭的传闻，并非捕风捉影。南湛，你看，只听见狗叫，没看见狗啊！灵犬再有灵气，也无法突破结界，也许被困在迷阵之外。哦，那金陵呢？金陵会不会也被困在迷阵之外啊？如果金陵在外，他也不会如此急走。有道理。但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？哎，蓝湛，等等我。
一定是金陵破开石堡，进去后却生出不测。走。如何？好长。此处有灵。金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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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陵。对呀，怎么全都是刀啊？问灵来了，那你帮我问问他，这里是何处，干什么用的，又是何人造了他？他说什么？不知。啊？他说不知。可以呀，蓝湛，现在都学会怎么噎我了。这次我知道，他还是说不知，对不对？那你又问他什么了？因何而死？不过如果是被人暗杀的话，确实是不知道为何而死。蓝湛，不如你问问他，被谁所杀？一个被禁锢在这个地方的灵石，一不知道这是何地，
二不知道因何而死，三不知道何人所杀。这样一问三不知的灵石啊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南禅，会不会是聂怀桑啊？我开玩笑的，你别这样。南禅，不如你问问他是男是女，这个他总不会不知道了吧？男。终于问出一个答案来了。蓝湛，你再问他，有没有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进到这里？有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说就在这里。你是说就在这个石堡里面？可是刚才我们仔细搜索了一番，并没有看到啊。蓝湛，他不会骗我吧？我在，不能。又问了什么？年岁几何？何方人士？如何？16岁，兰陵人士。他是精灵。精灵，精灵，精灵，精灵！蓝湛，他在哪儿？立于原地，面朝西南，听弦响，响一声，前行一步。琴声止息之时，便在你面前。难道他在想你？精灵，精灵！蓝湛，你看，
东南西北，站着，坐着，躺着，蹲着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？麒麟，南禅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保外有异，出去看看。南战，快追啊！我追，你和金陵。我带他下行路里，你先去清河找个地方安顿一下。对了，之前遇到郎中的地方有个客栈，你在那儿等我。快追呀！一会儿人都跑没影了。我会去的，啊！南战，小心点儿。看着挺小，长得还挺结实。哼，恶祖痕，谁会给他下恶祖？还是在吃人堡里面留下的？还好没蔓延到胸口。你干什么？你扒我衣服干什么？我的剑呢？我的狗呢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墙里挖出来，你还不跟我说声谢谢？我要不是看在这个份上，你早就死10000次了。哎，别，你听我说，我死一次真的就够了。听话。把剑放下，啊！金陵，这个玉佩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你别动它。阿仙，这是后来我从家中爹的书房里找到的，我想这是他留给你的。你拿着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跑什么？金陵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这小孩真是岂有此理！这说你几句就跑得没影。你是大小姐吗？脾气是越来越大。糟了，江城！哎呦，我不是已经没事回来了吗？你就别念我了。没事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活像泥沟里打了个滚，这叫没事？穿着你家校服，多丢人！赶紧回去给我换了。说吧，今天遇见什么人了？我说了，什么也没遇到。
摔了一跤，白跑一趟。你不许这样抓我了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儿。我是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你30岁，我也照样能拽你。下次再敢一个人不打招呼乱跑，我鞭子伺候。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人帮忙，不想让人管，所以才一个人去的。别的不提，江城池她是大小姐脾气，果真不错。所以现在呢，抓到什么东西了？你小叔送你的黑棕灵犬呢？肯定是被蓝湛赶到不知道哪个旮旯去了。你千万不要！是你自己摘下来，还是要我用紫电再抽你一次？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。你果真是不知悔改，你才是毫无长进。好，那倒是看看，究竟毫无长进的是谁？师姐，你刚才在叫谁？你还敢在我面前提他？也对，你这个夷陵老祖从来都不避讳，也根本不忌讳和那些正道世家交往。16年了，蓝忘机倒还不忘护着你。不过，他倒也不一定是在护着你，毕竟你跟温宁干过什么好事情，姑苏蓝氏的人不会不记得。像他这种人人称赞赞颂的端方严正之辈，岂能容得下你？没准是和救你的人进行了什么地下交易。江城，你注意言辞。我从来不注意这些，难道你忘了吗？那倒也是，你还有脸让我注意言辞？那日在大梵山上，你对金陵有没有注意言辞？
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家伙。有娘生没娘养，你骂得好，你真会骂。金陵今天这样被人戳脊梁骨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，忘了自己说的话，忘记了自己发的誓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他的父母是怎么死的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什么？我只是说不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回莲花坞，跪在我母亲的面前，慢慢说。是不想回莲花坞，我做梦都想回莲花坞。你在那儿叽叽咕咕嘀咕些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他在哪里？神，温宁呢？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养的狗，你会不知道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好，那日在大梵山，那么多人看见你和他在一起。江城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还这么恨他吗？魏无羡，你问我恨不恨他？你居然问我恨不恨他？要不是他，金子轩会死吗？我姐会死吗？又不是你们。你们江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用你这样报复我们？江城，你先不要激动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温宁为什么会活到现在吗？舅舅，舅舅，不是说让你老实待着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有什么事？刚才骂你半天不肯说，非要现在说？还不是因为你刚才一直骂我。你听不听？不听我走了。快说快滚！我今天的确是发现了个棘手的事情，我觉得我遇见了温宁。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在今天下午，在向南大概几十里的方向，有一个破房子。我本来是听说那里有异象才去的，谁知道里面藏着一个人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也不清楚。那人速度极快，一溜烟的功夫，一下只能给我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。但我听到了上次大梵山他身上的铁链响，所以我才猜想会不会是他。要不是你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，不然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这次，如果你没有抓到他的话，那只能怪你脾气差，不能怪我。回头跟你算账，快滚！哦。你一回来，不先回莲花坞，反而第一时间去找了那个杀了金子轩的凶手。他已经变成了傀儡，而我也几乎死过一次了。你还想我们怎样啊？怎样？我告诉你，你和他，就算再死1000次、10000次，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当初金家没灭成，很好，今天我就亲自把他抓来，带到你面前，和你一起挫骨扬灰。舅舅，你把上面那人给我看好了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都不要信，不要听，不要让他发出任何声音。他要是敢吹哨子或者吹笛子，你就堵住他的嘴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看个人还看不住吗？一定要给我看住了。要是回来我发现他不在了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你们两个守大门口，你们两个守楼梯。是。我嘛，进去会会他。
狗！真是没出息！仙子从来不咬人的，你当它是普通的狗吗？等一下啊，你叫它什么名字？仙子啊，它的名字。你给狗取这种名字？这名字有什么奇怪的？它小时候叫小仙子，长大了我总不能还这么叫它吧？这问题根本不在于它是大还是小，这取名的方式，你是跟江城学的吧？男儿不拘小节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得罪了我舅舅，非去半条命不可。现在我放你走，咱们俩也算扯平了。金陵，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要抓我？知道，怀疑你是魏无羡呗。那你呢？不怀疑吗？我舅舅这人一向宁可抓错，也绝不放过。况且紫殿也没有把你抽出来，我就姑且认定你不是吧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只不过……什么？就算你要戴面具，最好也不要戴莫玄羽的吧？他可是个臭不要脸的，还纠缠……反正我们俩扯平了，你快走吧。你怎么还不走？等着我舅舅来抓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也不会感激你，更不要指望我对你说什么肉麻的话。唉，年轻人啊，人这一辈子呢，有2句话是一定要说的。哪2句啊？谢谢和对不起。我就是不说，谁能拿我怎么办？总有一天你会哭着说出来的。金陵，对不起啊。什么啊？在大梵山上，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啊。也没什么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跟我说的人。没错，我的确是没那样，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比任何人差。反之，我要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强很多。哎，江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。有些恶祖痕，我虽然化解不了，但是可以转移到自己身上。